中国公布新版的地图，甲台湾、南海、佮印度的边界拢列入因的国土内底，引起国际抗议。美国国防部就批评中国亲门大户，小想要国际接收。北京的国安顾问苏利文嘛呼吁中国莫做鸟鼠仔屎，影响G20峰会谈合作。中国8月底发布的新版地图，甲南海国岛、甲中印争议领土划入去，引起真侪国的抗议。美国国务院已经表示拒绝接受地图非法的领海主张，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头一届无爱参加伫印度举行的G20峰会，外团都是甲中印边界纠纷以及地图有关。北京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希望中方慢搬烟扰乱者，影响合作。The question of tens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ffecting the summit, really, that's up to China. If China wants to come in and play the role of spoiler, of course that option is available to them. Their attempts to try to create a new normal in terms of resetting boundaries and then expecting other nations to comply with that. 美国国防部指出，这就是国界是安怎，搁再看到美国甲印太区域盟邦以及与华真密切的合作，伫捍卫自我主权方面进行协作。对于中国也甲钓鱼台划入地图，日本透过外交管道提出抗议，不过中国拢无插。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的地图将钓鱼岛标为中国领土是理所当然的。那张所谓的标准地图，其实就是中国威权扩张主义的证明。外交部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咱国外交部也对中国地图提出抗议，讲无论中国安怎黑白舞，拢无法度改变咱国存在客观事实。不过，进前英国国会下议院外委会罕见的伫官方的文件称呼台湾是独立国家。美国国会是不是原来的同款？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苏莫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美国应该维持目前的现况。记者综合报道。